聪明阿哥。哎呦，行行啦，打篮球啊，做嘛游泳来摄影棚啊，哈，做嘛该事情啊，你在那边等很久了是吧？一救咯，好，1Q啦，拍摄啦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把你骗来这啊，不是，我今天约你来这里啊是有目的的。来摄影棚干嘛？我们要打篮球啊。不是啊，我们约那么久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啊？这个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哈嘎字踢是不是？啊？每个人都知道，哎，嘿哈嘎人，嘿，就你唔敌，只有我唔敌吗？我有看到啦。哦，你哈嘎，哎呦，系啊，你客家人哦，你有看到哦？有看哦。哎呦，客家文化的传承一定要这样子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拜托了，这么改啊？Q 用黑客家人啊？你和那个邱德志阿志啊，你们都身高那么高，然后我就一定要那么矮，每次编队我就是地虎，你就是天龙。唉，唔知道呢。从细到大，我同阿志阿哥。打篮球，自细到大哦，自细到大啊，打篮球打一高胎咯。哎呦，可是吃了一斗，打一斗。哎呦，可是我也是打一斗啊，可是我怎么就是长不斗啊？爸爸唔系客家人的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了。哎，那你常常这样子晕通啊？错，晕通出细到大，晕通一定会晕通，长得高胎。哦，你晕通吗？我晕通啊！哪个项目？我会那个挑燕，挑燕，田径的挑燕吗？挑燕，我很拿手。客家人亲爱打篮球哦，我可以打吗？你客人啊？对，同队。真的吗？客家人哦，漂亮，团结文化的传承，大家客家人团结在一起。台湾有1/6的客家人，到球场上，你只要报你是客家人，会说客家话。跟我们一队，真的，我先去占场地了。真的哦，好，那我待会马上换那个 Q 嗨啊，我马上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哇，太棒了！所以啊，唔会客家人啊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欧阳后客家话，你就可以跟黑人啊，跟阿志他们同队打篮球 ，No.1 一定赢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打篮球，客家字踢，运通，客家人，运动会，挑燕。